追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最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向你如干旱之地攀援，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要依靠你的慈要以爱，你的救恩快乐，要以你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向你如干旱之地攀援，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知道我最深的一面，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
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医治我的破碎。宣召。投影片没有动。好，弟兄姐妹，今天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一同开口来向神来宣告，我们一起，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口中。你们要和他一同尊耶和华为大，让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再一次，我们起立来宣告，来，我们一同起立来，再次宣告，来一起。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口中。你们要和我一同称耶和华为大，让我一同高举他的名。
赞美你，因你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主啊，当我们高举双手向你敬拜的时候，我愿降服在你的全能之下，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居首位，一切以你为主，来依靠你，来信靠你。我们愿将口中一切的赞美、尊荣都归给你。主啊，当我举起双手向你敬拜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慈爱的拥抱，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将心灵向来敞开，接受主的赐福与带领。愿我们的敬拜是从心中发出，不仅是口头的唱诗。祷告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是我了解。
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不在你里面，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愿一生一世的住在里面。感谢主，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来依靠你，未来也会归向你。谢谢主。在高海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就在会安息，得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来宣告，住在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天举的手来向神说：我要住在你里面。主啊，我需要你的拥抱。主啊，我需要你同在。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从头来。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感谢主。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主在乎归回安息，得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再宣告，就在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灵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盼望圣灵时刻以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那所以时刻就来触摸你，来触摸我们，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让耶稣居首位。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来靠近你，来亲近你，来享受所有的恩典与慈爱。将我眼聚焦于你，哦耶稣，将我全心来回应你的
谢谢你。是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全人、全心、全灵的主。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圣殿来亲近、来敬拜你。主，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你是我们一生的主。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数算不完，你的慈爱永远无尽。主，我们谢谢你。在敬拜之前，我们献上祷告，感谢主，你这么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主你的依靠，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能走得平稳，走得有信心。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感谢你将一切所需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将奉献带到主你的面前，不只是金钱，更是我们对主你的信心与恩典的回应。求主悦纳我们的摆上，洁净我们的心，使这些奉献都能够成为荣耀主名的馨香之祭。主，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也祝福教会所有推动的事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经历主的爱，也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成为一位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在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主，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愿意为主你而活。主，我们在你面前恭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名，阿们。请坐。来，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两次金句2次来。耶稣回答，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约翰福音9章3节再次，耶稣回答，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约翰福音9章3节。好，那消息的报告，那4月3号到6号是连续的假期，所以4月3号早上跟4月4号以及4月6号一整天教会不开放，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好。
好，那需要114年度的纸本奉献收据的话，请洽会计干事。那如果想要查询个人奉献明细，可以利用教会官方的那一查询，只要在下方的选单点选奉献资讯，那就去年的那个明细就会列出来给你。好，那全教会的大扫除预计4月中到5月底进行。那请各区长在4月5号前向丁俊伟执事来登记打扫时间，避免冲突太多哈。好，本主日的清明追思礼拜，我们在本堂有布置追思亲人的照片，以表慎终追远之意。那台语礼拜结束之后，到下午1点为止，那弟兄姐妹可到礼拜堂追思，愿主安慰兄姐思念亲人的心意。那4月3号的礼拜三礼拜三祷告会暂停一次。4月1号，不好意思，4月1号礼拜三祷告会暂停一次。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参加4月3号礼拜5晚上7点半的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在我们教会本堂2楼。所以请各位兄姐拨空能够尽量来参加4月3号晚上7点半的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那下主日的复活节赞美礼拜4月5号早上9点半，在这边新堂那当日只有一场礼拜，所以是9点半开始，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好。那松联大学的招生课程在周报的第4页，书法基础日语班、手作艺术班还没有达到开课人数，所以欢迎兄姐来介绍亲友参加。那报名请洽那个翠芬干事中大讲座4月1号礼拜三10点半到12点精确的按摩，请了李坤珍药师来主讲，所以欢迎各位兄姐来参加。好，那基要真理的课程补课的话，如果去年 A1、A2 的课程还没有完成者，欢迎利用本学期来完成补课以利登录。那阿嘎北的牧区户外礼拜是4月12号，他们要前往龙潭的老贝壳休闲农场，那详情请看周报的第8页。好，那这边再提醒一次那我们竹中北一区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在礼拜54月3号礼拜57点半，在我们本堂2楼礼拜堂举行要敬邀兄姐一同参与，同时也预备心来领受救主宝贵的恩典。那廖春贵老先生就是松辉长老的父亲，来3月25号礼拜三来离世，享寿90岁，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好，那今天来宾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一起来聚会的？今天好像没有好，我来欢迎，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经节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我来读单数节，那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我来读单数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有连接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结更多的果实。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你们要常跟我连结，我就常跟你们连结。要是不跟我连结，你们就不能结出果实。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接，就不能结果实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结，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那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扔掉，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
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好，以上今天会请我们的本堂主任牧师陈博士牧师来讲到神机6超凡眼光，超凡眼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329青年节，跟你旁边的青年祝他青年节快乐，青年节快乐。青年节大家都是有为的青年，让我们能够回到年轻。但是今天我们要在清明节前呢，做清明的追思啊。所以在青年节做清明的追思。好，那今天还有一个是棕树主日啊。好，那在教会的传统上呢，会用这个复活节的前个礼拜，叫 Holy Week。好，那就是圣周。好，那在这个棕树主日的时候呢，是在纪念耶稣，他是个荣耀的君王进城。虽然那时候在2000年前呢变成一场笑话，那一群欢迎他的人最后喊把他钉十字架，但是耶稣是君王的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好，这是在圣经当中99.9%的预言都成就，但是唯一还没有成就就是耶稣要成为这世上的君王。阿们。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高喊何塞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带着一个赞美迎接的心。虽然2000年前那些迎接耶稣的人是一个失败的迎接哦，那但是呢，这在预表我们要做好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做好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要做好预备，迎接耶稣的再来。上个礼拜我们透过神机舞这个突破信心，看见耶稣怎么样在黑夜中，在风浪中，让他的声音被门徒听见。而门徒就从那个害怕、恐惧，瞬间转变为高兴、欢喜，而且呢，把耶稣迎接到船上之后，这艘船就立刻到达目的地，事倍功半。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不是只有走在水面上。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一个第6个神迹，上帝要赐给我们超凡的眼光哦。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是进入了受难周，也是棕树主日，也感谢你让我们在1年1次的复活节当中有机会来听主耶稣的教导，听主耶稣的话，也恳求你的圣灵此时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帮助我们，也赐给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乐意来遵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要讲第6个神迹以前呢，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啊。我们有没有听过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呢，就是据说呢，一只蝴蝶在这边飞啊飞啊，震动它的翅膀，可是它的翅膀在震动时候会产生的气旋和气流，这气流、气旋、气流呢，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呢，这只蝴蝶在北半球震动翅膀。可是呢，它的气旋气流累积到了南半球呢，成为一场的飓风。那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蝴蝶效应的意思是说，一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常、没有关系的事情，可是累积到最后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呢，要介绍的是今天这段经文呢，是第6个神迹，是使瞎眼的看见。要介绍的是一个心理学上叫做羊群效应。好，请大家说一次。什么是羊群效应呢？就是它会跟着领头羊，因为羊的视力并没有很好，它的听力还不错，它会认得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呢，这些羊呢，看着前面羊往哪里走，后面的羊呢就跟着它的屁股走，所以这是一种从众心理，羊群效应。但是呢，它有危机，因为它容易导致群众的盲目。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耶稣欢迎他何塞那，这可能也是一个群众效应。但是最后喊说要钉他十字架，这可能也是一个群众效应。羊群效应呢，会有3个关键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当别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没有刻意的去分别、刻意的去了解的时候，你也会很自然的跟着他做。譬如说前面的人开始跑起来，然后呢，你会怎么样？紧张，然后呢，想说那我是不是也要跑？后面人在尖叫，你还没看到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怎样？
跟着尖叫，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群众羊群效应。而第二个关键呢，就是羊群的效应有风险啊。当大家都做好事，我们也跟着做好事；可是当大家都行恶的时候，我们也不自觉的没有去分辨，就会行恶。特别在一个组织当中，羊群效应就是大家的意见一致，所以就听不到第二种声音，所以那个逆耳的忠言逆耳的声音呢，就不容易被听见。第三个要知道的关键就是羊群效应的发酵要避免。就是一言堂，应该要多鼓励表达意见，多鼓励你能够讲出你的想法和声音，能够听见。所以有时候呢，听别人的声音，听别人意见，是一件好事。虽然他的意见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民主社会上非常宝贵的。你可不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你在网络上面可不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你在教会当中可不可以听到不一样的话？这些呢，虽然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怎么你好像跟我不一样？但是呢，其实这是避免我们走上一个羊群效应的危险。但是这些羊呢，虽然很可爱，可是羊呢，有可能使人眼瞎，因为有这羊群效应。如同这个羊一样，这个羊如果是绵羊，它的毛很长，像最左边那一只，它的毛呢都盖住它的眼睛了，所以羊有没有手可以把它的头发拨一拨？有没有看过羊会准备梳子或是发胶把它的头发喷一喷？那它怎么办呢？它只好得跟着别人这样走啊，这就是羊的命啊。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瞎子看见，其实也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属灵当中呢，属灵生命当中呢，有4种的瞎眼。第一种叫做眼盲。什么是眼盲呢？就是全然身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来读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的第1节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是从出生就瞎眼？很少。在大家的经验当中，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可是这样的人怎样？很可怜呢。出生是瞎眼，在妈妈肚子里面成型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黑暗当中。从妈妈肚子出来之后，还是黑暗当中，甚至一辈子没有办法去打开他的眼睛，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在我们教会最近在关心一位幸福巴士1919的姐妹呢，她是糖尿病的关系，导致于她后天的失明，她就住在离教会不远的地方。但是因为幸福巴士呢，她的这个故事呢被救助协会听见，所以救助协会呢就派来一位导演，就来采访她。来了解她，来认识她。这位姐妹叫做曹碧莲姐妹。这位姐妹呢，她是后天的失明，可是呢，她就住在一个商办综合大楼，有点像我们这种综合大楼的5楼。那个大楼大概有好几百户，那里面当中住很多人，每户都小小的。她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大家就很好奇了解她怎么一个人生活。有人帮他送餐，那怎么丢垃圾？那白天做什么？晚上做什么？他的时间，因为他几乎都没有办法出门，他怎么养活他自己？他就讲了很多他的见证，讲了很多他的故事。他非常的乐观，跟他在一起呢，你不觉得他像是一个瞎眼绝望的人？你也觉得他在一起呢，他很会给人鼓励，给人安慰。他很会看淡人生当中的大小事情。他没有怨天，他没有尤人。他是后来才信主，他也没有怪上帝让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完全的坦然，完全的接受，甚至呢，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早上呢都会跪在他的窗户的前面，跟上帝来祷告，而且他的祷告呢是一种对上帝的感谢，对上帝的赞美。他知道上帝还让他活着，上帝能够用他。可是他在一个小小的房间，也不出门，也不接触这个世界，有谁会听见他的祷告呢？但是上帝真的听见他的祷告，上帝真的派来了天使，透过教会弟兄姐妹，连这个救助协会都来去关心他。明天礼拜1，这个碧莲姐呢跟我们教会的志工，要一台车要去台北内湖的摄影棚，要去正式的采访他，并且呢请了这个知名的演员叫杨贵妹，杨贵妹。要来采访他，你有没有被杨贵妹采访过？没有，我也没有。但是呢，杨贵妹也要来看她的故事，她已经大概看了一个样子。
好，那杨贵妃要再进一步的来访问他，所以明天我们也为这个碧莲节祷告，愿上帝真的使用他，听他在一个小房间，在那黑暗当中，可是呢，他的祷告呢，能够透过网络，透过媒体，透过不同的见证，让更多的人活在黑暗中绝望的人能够听见。当我们要去访问他要离开的时候呢，真的要跟他说再见，因为我们一直录，再见了啊，从头再一次，然后开门再来啊，你好，再见。可最后离开的时候呢，说我们要走了，要不要帮你关灯？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才让我们想到说，没关系，有开没开，对我怎么样，都一样。我才想到说，原来我们一进来这个里面房间是暗的，他早就为我们怎么样准备好。如果我们进去暗暗的呢，我们可能会害怕，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可是他已经都把灯都开了，不是给他自己开的，而是给这些要来看他的人，或是送东西送餐来的人，让他觉得不会在那个黑暗当中因为他不是先天失明。有时候我们住在黑暗当中，我们会害怕，可是呢，当我们习惯黑暗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所以黑暗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呢，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也能够培养出勇气跟你旁边说，黑暗不是个坏事。再对他说，在黑暗中才能够培养出勇气，在黑暗中才能够培养出勇气。这个碧莲姐的故事呢，我不晓得她会讲多少，然后这个到时候录出来会录多少，但是她的故事实在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她的过去，她的职业，她的家庭，她是一个没有爸爸不负责任的家庭，她要照顾她的弟弟妹妹，她就去选择这个高风险的行业，供应她的弟弟，供应她的妹妹。可是呢，她却牺牲葬送她的人生让她的人生呢，好像走上了一个不是受祝福的道路。可是呢，在她的人生经历这么多之后，她的故事还有，虽然她没有结婚，可是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异性的朋友，还是呢能够在这个保持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关系，觉得是很特别。第二个，我们虽然不一定我们会眼睛痴迷，但是呢，也是要顺便讲一下，我们滑手机这个青光眼，这个白内障这个黄斑部病变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变成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的眼睛要不要好好的珍惜？在睡觉前滑手机呢，也不要全灯关灯，滑手机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你的眼睛呢，如果用3C 用过度的时候呢，也要让你的眼睛休息，看远的地方，最好呢看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得到鸟吗？看不到鸟，看不到蝴蝶，那只要看什么？看对面的大楼看一下对面的冷气机大楼里面的冷气机栏杆至少你看一下路上的车子还有一个就是看汽车的车牌，都在训练你的眼睛视力呢锻炼他的肌肉，可以让他做运动。第二个是我们虽然不一定眼盲，但是我们有可能什么盲？心盲这个心盲比眼盲还惨心盲就是我们心里面是黑的，你的眼睛是亮的，心却是黑的。怎么黑呢？全然身在住在罪中。我们来读第9章的34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第9章就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他呢是一个乞丐，在圣殿的门口跟人家要钱，但是呢门徒经过的时候，用这个有异样的眼光、有色的眼镜看他，问耶稣说：“老师，这个生来瞎眼我们都知道，他在这边已经一辈子了，请问老师，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爸妈犯罪，造成他得到这样的咒诅呢？一出生就被咒诅。”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怎样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一边讲一边喷口水，结果真的喷口水，把口水呢和地上的泥土就抹在这个人的眼睛上。这个人呢，莫名其妙的被这样勾一个东西在眼睛上，然后耶稣说：“你去西罗亚池子去洗。”
然后呢，那个人呢说这么远多远，600公尺，从这边走到桃园火车站，如果你闭着眼睛敢不敢走过去？打死也不敢。可是呢，他要走600公尺，走去西罗亚。当他走到池子一洗的时候，眼睛就看见。这本来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开心的一天，就没有想到他一看见之后呢，他的问题才接二连三的来。有人说：“你怎么看见？”人家不在意他的看见，人家在意是：今天是礼拜天呢，礼拜天通通都要休息，也不能看诊呢。哪一个医生这么大胆，居然敢在礼拜天违反安息日的诫命呢？来人呢，把他找出来，问东问西，问来问去，问不到，最后呢，这个瞎子怎么样？被赶出去。什么叫赶出去呢？逐出会堂，就是轻的话30天，重的话90天，更严重的话1辈子。这个瞎子在他最开心的那一天，结果被人家这样恶意的对待，被人家赶出教会，这等于宣告他不能得救，他不能够进入弥赛亚的国度当中。他本来应该是人生最 happy， 黑白变彩色，黑暗变光明，就瞬间到了天堂，又被打到了地狱。哇，他的人生真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上帝啊，你在开我的玩笑吗？你莫名其妙的让我今天就突然被医好，可以看见，结果就医好之后呢，又莫名其妙的被人家赶出教会，不能够再去圣殿，也不能够再去会堂，也不能够再去参加礼拜。你在开我的玩笑吗？有时候心盲比眼盲还更惨，因为心盲呢是看不见上帝的旨意，可是呢，这个瞎眼的人他却大胆的说，那个在安息日医病的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会听他。所以间接的，他就是在帮这个耶稣做见证。可是法利赛人他们都讲好，谁如果承认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就要把那个人赶出去。所以大家都不敢说真话，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信耶稣。失明是看不见神的作为。当我们心盲的时候，我们只看见耗尽，看不见供应，酒没有了。当我们心盲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尽头，儿子快死了，看不见神的起头。当我们心盲，我们只看见绝望，看不见梦想。心盲只看见缺乏，看不见丰盛。心盲只看见风浪，没有看见平安。心盲只有看见黑暗，看见罪，看不见光明，看不见神的赦罪。这6个是约翰福音我们介绍到今天的6个神迹。当我们的心不再盲，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供应，我们才能够水变为酒，两人才能够同心。当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起头在人的尽头的时候，而我们才能够医好大臣的儿子，全家都归主。当我们的心不再盲，能够看见的梦想不再绝望，我们才能够像那38年的瘸腿站起来，恢复他的工作无缺。当我们心不再盲，能够看见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是5饼2鱼的神迹，吃了不再饿，喝了不再渴，因为神所赐的是天上的粮食。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是能够信耶稣，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阿们。当我们心不再忙，我们不会看见风浪，我们会看见平安。而我们心不再忙，我们才会有超凡的眼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的都是左边的，你要小心啊，因为你去看眼科，眼科也不会告诉你；看心理医师，心理医师也不一定会用圣经来告诉你。但是，当你看圣经，你的心就会打开。阿们。跟你旁边说，看圣经，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就会打开。当我们看圣经，心中的眼睛就会打开。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眼睛不再盲，而是能够看见？我们需要能够读神的话，听神的话，看见神的话，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所以瞎眼并不可悲，只要向神祷告，神会听他的祷告。心瞎了，
没有关系，让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但是比心盲的更可怜的叫做什么盲？文盲。什么是文盲呢？不识字，台语怎么说？唔捌字。好，那在上一场还有人教台语的文盲怎么说？车咩牛啊，好，车咩牛，好，就是呢，好，它真的像牛一样，这样撞啊撞啊撞啊，就是因为它没有规矩，不晓得规矩在哪里。在约翰福音这个瞎眼的，让我们看到有一批的文盲，是哪一批的人呢？我们来读第9章的16节起。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这一些人，他们生的是一个文盲的代表。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在圣经当中早就预言，早就记载。而这群人呢，专门在读圣经，甚至还教人家读圣经，还会用圣经来教导别人，成为拉比，成为受人尊敬的传道人、讲师。可是呢，他们呢，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他们眼前的时候呢，他们不仅认不出他来就算了，当耶稣用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神迹的意思就是记号，这么多记号让你看到神的儿子出现了，他们的反应是犹太人要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不守规矩。到底哪个比较重要？他们是只看见安息日，却看不见耶稣是基督。然后不只要迫害耶稣，他们还要杀耶稣。上帝好不容易才用他的灵道成肉身，透过玛利亚怀孕，让耶稣来到世上，而且呢，长大到30岁出来传道。可是耶稣到这把年纪传福音，他们却想要杀他。他们是不是文盲？圣经的话有看没有懂，而耶稣呢，却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相信摩西，就会相信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们有真的好好读圣经，你们就会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早就在那边了。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最近读完的《申命记》18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上帝对摩西说：现在呢，你已经工作120岁了，你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这一些年轻人，这些要进入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的，不用担心，他们会活下去。而将来会兴起另外一位像你的先知，他们会来等候这位先知，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候。可是这一些人读了圣经、生命记他们这样的手，当这位先知道成肉身来到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居然想要迫害他，拿石头丢他，甚至又想要设计谋杀他、害他，甚至谁好，如果听到耶稣承认他就是神的儿子，就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钉十字架。可是，在申命记18章18节的后面这一节，神也这样提醒、这样警告，在最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些人，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的人，他们没有好好去看出上帝奇妙的作为，只觉得他们的权位、地位被耶稣威胁了。耶稣越做越大，好，大到下一个礼拜我们要分享的拉撒路死人复活。结果呢，好，耶稣让他们完全没有面子，所以他们呢对耶稣只有恨，又更恨，然后一直加上去的恨，想要杀害耶稣。虽然耶稣他不断的介绍他自己，我们上礼拜有看过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耶稣自我介绍7个 I am， 我就是。耶稣第一个介绍我是天上的粮，第二个介绍我是世上的光，第三介绍我是羊的什么门，好，大家开始好有印象。第四我介绍我是好
牧人。第5个，耶稣从洞穴当中走出来，我就是复活，很好。第6个，耶稣他就是那一条道路。第7，耶稣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他是真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耶稣用了7个 I am， 我就是，让人家知道他就是申命记18章18节所说的那一位。你们要听他的话，上帝已经这样告诉过以色列人，他们也真的记住写下来。可是呢，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变成了文盲，变成了推眉骨，变成了唔捌你够无卫心啊，然后呢，想要迫害耶稣、杀耶稣、灭耶稣的口，谁信耶稣，通通都把他赶出教会、赶出会堂，以为这样就没事。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是错了，彻彻底底的错了。除了眼盲、心盲、文盲，有没有比文盲更可怕的？叫做色盲，不是色狼，色盲。色盲呢，我给它定义呢，叫做活在遗传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9章第1节，起来读经。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我来考考大家有没有色盲？请问这个是多少？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呢，你就要看什么？就要去看眼科、看医生。没有错，它就是一个5哦。再来难一点的，请问这是多少？不错，好，没有被考倒。如果你开始看得不清楚呢，建议你手机少打一点。其实这跟看打手机没有关系哦。这是6。再来再难一点，请问这是多少？在上一场呢，没有人看得出来，看看这一场的人，好，有没有人看得出来？多少？8，没有。我也是看了很久，6。后来呢，用电脑呢把它调一下颜色，稍微可以看出来多少？没有错，它就是个5哦，它是一个5。好，所以你要可能要很仔细、很仔细。好，其实这应该不是在考色盲啊，好，这应该是在考我们有没有老花。但是你就算视力很好的人也看不出来。好，但是呢，色盲怎么来的？是先天还是后天？对，先天。色盲就是我们的染色体，是我们的基因所引起。所以色盲呢，是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怀孕的时候就决定。可是呢，现在有个福音，就是色盲怎么样？色盲有救了，这是新的科技啊，就是透过专门给色盲所设计的眼镜，让他戴上去呢，他就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色彩，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的颜色。因为色盲呢，虽然可以看见形体，他也可以看字，也可以认得出人。可是颜色分不清的时候呢，像他开车看到红绿灯怎么样，就有危险。但他颜色分不清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蓝色，什么叫蓝色，他也看不准。什么叫做红色，他也没办法形容，他没有办法画，因为他要调色，他要用的颜料用不出来。这里有个美国的一个阿公呢，阿伯呢，他是一个先天的色盲，但是呢，当他戴上这个治色盲的眼镜之后呢，哇！他生平第一次看到正确的颜色，他本来是个硬汉，无血无泪的，他激动的泪崩，跳起来拍手，哇！他可以看见的颜色，原来这个世界，原来他的太太，原来他的孙子是长得这么样的可爱呀！哇！他高兴激动的不行啊！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今天你可以看到你回家看到你的老婆，要不要高兴？看到你的老公要不要高兴？不要，怎么这么诚实？我们不是色盲，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原来的样子。我们不是色盲，只要看到照到镜子要不要高兴？我们要高兴，因为我们比那色盲好多的。可是色盲呢，却让我们好像进入另外一种眼瞎的世界当中。这个瞎眼的，在他被耶稣医好的那一天，他应该要像这个阿公一样，哇，
充满了高兴，充满了盼望，大家也应该要跟他一起的高兴欢喜，这样才对啊。可是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看到那个被医好，他眼睛被治好，可是他却被赶出教会，他的爸爸妈妈都被叫来讯问，说你是不是这个孩子天生的瞎眼？他的爸爸妈妈说，对，没有错，我的孩子天生瞎眼。可是他们还保留，他们不敢说他的眼睛怎么好，他们心知肚明，可是口里面却不敢承认，因为他们害怕这些法利赛人把他们赶出教会，逐出会堂，让他们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当中，非常的害怕。这就是人的遗传，活在罪中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加拉太书、哥罗西书里面，耶稣提到，为什么你们要犯古人的遗传呢？为什么要活在人的权柄之下？你所读的这本圣经是人写的还是神写的？是神所派的人写的。但是这里面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为什么你要把圣经当成人的话呢？为什么你读了圣经，你有这个福分，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读经，可是你读圣经读到最后，怕的不是神，怕的却是人呢？这叫做什么盲？色盲。我们今天在看政治，在选举，我们都是看颜色。当这个颜色正确了，就是正确，这叫政治正确。就算他拿了钱，收了300万、200万、几千万，不管他的钱包里面好进账怎样的钱来源不明，甚至法院判出来判几年，17年，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可是呢，他还说我们相信他是清白的，都是赖清德，都是赖清德的错，是赖清德叫他去收钱的，是赖清德好叫他去记账的，是赖清德好叫他好把这些政治现金选中的钱拿去买房子，拿去买商办，登记在自己的孩子的名下变成股票，都是赖清德的错。什么盲？色盲。色盲，颜色只看见一个颜色，其他的通通看不进去。一个人要有是非，要有对错，他也可以继续的继续的在承认，用各样的理由。但是呢，我们的法院，我们的国家是有法治的，一个该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当人对是非不分，对错都不分，分不清楚的时候，可怕。一个人连错的事情都把它当成是对的事情，这比眼盲、比心盲、比文盲还要严重，因为它在社会当中会带来非常多的伤害还有危害。活在人的遗传的底下，他所敬拜的是人，他所敬拜的不是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真理？因为真理才能够让人知罪，真理才能够带人明白是非和对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遗传，不仅是从社会来，也有可能是从我们的祖先来，从我们的爸爸妈妈来的。今天我们的周报上面有登了334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是我们的会友，有的是我们会友的亲人、父母或阿公阿嬷、兄弟姐妹或是子女都有。但是在我们追思他们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有遵循古人的遗传教训，还要是上帝的话，让神的话能够住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会在这里追思他们，表示我们还记得他们。但是我来问问，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名字会不会出现在这里？你觉得你会出现在这里，请举手。很好，很多人没有举手，请放下。很多人不确定你的名字会不会被人家追思，一定会有人把你埋葬，一定会有人帮你安放，但是会不会有人追思你？
清明叫做慎终追远，我们把那4个字说一次：慎终追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好好的面对你人生的终点，你要非常的谨慎。很多人赢在起跑点，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很多人信了耶稣，然后呢，认识了耶稣，眼睛被打开，被看见，人生从黑暗变成彩色，变成光明。可是他也没有慎终，信了耶稣，得了医治之后呢，后来跟着这个世界就离去了，好像亚当夏娃眼睛明亮了，却看到自己的身体没有衣服可以穿，就不再看见上帝了，就看着自己，看着罪，身上戴着有色的眼镜，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瞎眼，与神的关系就离去了。我们要慎终追远，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让世人后人可以纪念。所以牧师也花了蛮长的时间，这300多个名字，从头看到尾，然后呢看后面，谁在追思他的家庭，有一些是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所以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追思他们的家人、祖先的时候呢，他们的亲人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一种怀念，一种思念，但是也感受到这些不在我们当中的人，他们真的让我们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席之地。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接下来我们有4天的清明节的连假，在今天不论你有没有把你的亲人的名字放在这边，但是你总是有亲人追思，但是要知道我们不是追思人，活在人的遗传，而是在神的面前来思念他们，在主里面来祝福他们，因为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要再相聚。今天这4种的瞎眼，就好像这些羊，这些羊呢看起来是很可爱，可是当羊呢迷失的时候，瞎眼的领瞎眼的，最后怎么样？2个都要掉到坑里面去。所以谁在讲圣经给你听？谁在带你信耶稣？谁在带你认识这位神、敬拜这位神？你要很小心，不是台上的牧师的责任，是你有没有从圣灵的保惠师来认识这位神？第一个眼盲就是全然身在黑暗之中，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神都可以帮助你。心盲呢，全然身在罪中，做什么样的事情呢，都跟罪有关，因为他看任何事情呢，都是跟罪恶有关，所以呢，他还没有被耶稣开他的心，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罪。但是比心盲呢更惨的是什么盲？文盲，全然活在律法以下，他的罪呢，明明有看却没有懂，变成的是切梅鲁。用圣经的话，不是在释放人，让人看见；用圣经的话呢，圣经的话呢，是在定人的罪。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把他定死。最后呢，还有色盲，就是活在人的遗传、人的教训、人的命令，神已经被人给取代了。无论是哪一种盲，但是耶稣他都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重见光明，这是好消息啊！即便我们被赶出会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入天堂。这个瞎眼的，在他应该要欢喜快乐的时候，可是带来人生中的噩耗。他被赶出教会，他被除籍，他都还没有死就被除籍，他不能进入神的国度当中。可是当他除籍之后，他要去哪里？他再也不能够来圣殿了。过去他习惯在这个圣殿呢当一个乞丐，现在他不用当乞丐，可他现在该做什么呢？不晓得。可是当他被赶出来之后，谁去找他？没有错，我们有共读的时候就知道，是耶稣去找他。耶稣找到了他，可是这个人他认不出耶稣，因为耶稣医好他的时候呢，他眼前面只有一坨的泥土和耶稣的口水。他听过耶稣的声音，可是他没有看过耶稣的样子。当耶稣找到他，
耶稣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耶稣一找到他，不是来安慰他，哎呀，你被赶出去没关系，我们来开拓一间新的教会，你就来这个新的教会来做礼拜，好，你又有会籍了，好，又可以欢喜快乐。没有，耶稣直接问他：“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相信他呢？在哪里呢？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个生命记摩西所说的那一位是谁呢？”耶稣给他非常重要的启示。耶稣说：“现在与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个人呢，他瞬间马上就伏下来说：“主啊，我信。”然后他就拜耶稣，他就拜的意思就是匍匐，就是匍匐在耶稣的面前。主啊，我信。他拜耶稣不是用眼睛看，他拜耶稣是知道耶稣不仅开他的眼睛，是神的儿子。在圣经当中只有两个人来拜耶稣啊，前面是一对兄弟，后面呢是这个瞎眼。很多的人看见耶稣，但是呢他却没有把握机会拜耶稣。玛利亚还有把握机会高耶稣，但是这个瞎眼的，他做了我们不能做的，就是他拜耶稣。他说：“主啊，我相信。”因为这个声音唤醒他的记忆，而他不仅是得到平常人的眼光，他得到的是超凡的眼光。他看见这个人，这个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弥赛亚。他相信了，他敬拜了。虽然圣经再也没有他的份，再也没有他的角色，可是他做了一个我们都要做的举动，就是敬拜耶稣。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是否愿意来敬拜耶稣呢？你是否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在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的聚会或分享，我们可以来分享为什么这个瞎眼在他恢复视力的时候却被赶出会堂，到底错在哪里，或是对在哪里？第二个，过去我们的眼光在哪里？你在意什么样的眼光？父母的眼光，同事的眼光，或是别人的眼光？今天耶稣要医治你，用他的话、口水，用地上的尘土涂在你的眼上，让你去西罗亚池子去洗，让你重新看见耶稣看你的眼光。即便你被赶出去，即便你被弃绝，即便你像耶稣一样被人家迫害，可是你有神的眼光，你知道父在你的里面，你也在父的里面。魔鬼最害怕人看见，魔鬼最希望人瞎的眼睛看不见耶稣。只有圣灵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看见真理，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灵，是保惠师，是我们所知道我们能够连接于耶稣基督。若不是亲爱的圣灵，我们没有人能够看见耶稣。当圣灵造访你，就看见耶稣，你就会像这个瞎眼的一样，主啊，我信，然后就拜耶稣，用心灵，用诚实拜耶稣，而不是用你的眼睛在看耶稣，是用你的生命在敬拜耶稣。我们要来宣告，耶稣说，耶稣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我们来宣告，耶稣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再一次，耶稣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请问你要不能看见，还是能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我再问一次，请问你要不能看见，还是能看见？你要不能看见，因为当你不能看见的时候，耶稣就使你看见。所以我们要跟耶稣承认说：主啊，我有看不见的地方，我有盲点，我有 spot，
我有这个 but 在，我有这个盲点看不见的，主耶稣帮助我能够看见。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耶稣。在我们要唱歌以前，我们来敬拜耶稣。我请敬拜团来唱这首歌，你不要用眼睛，你可以的话闭着眼睛来敬拜耶稣。我
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不看自己的缺乏，而是看见主你的丰盛；让我们不是看见酒用尽了，而是有神你的供应；让我们不是看见疾病人生的尽头，而是看见这是我们全家信主的起头；让我们不是看见绝望，而是看见人生要充满梦想。主，你没有看我们的过去如何的活在最终，而是你看见我们的未来要如何行在光明中，看见我们的未来是有永生的盼望。主耶稣，请你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爱耶稣的每一字每一句话，让我们更渴慕耶稣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的声音，让我们成为羊群的，能够跟随主，因为我们认识你的声音，你也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叫我们。有一天，耶稣你要从天再来；有一天，耶稣你要叫我们的名字；有一天，我们要从死里面复活；有一天，我们要因着耶稣得着永远的生命。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每一字每一句话，让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扶持，让我们能够两人同心，全家信主，让我们能够工作无缺，生命有目标，让我们能够突破信心，
更赐给我们有超凡的眼光，让我们用心中的眼看见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有神永远住在你们里面，你们永远住在神的里面，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开场把荣耀归给耶稣。神羔羊配得。帮忙收橘色椅子就摆照这样子哦。好，愿神祝各位